进行的是证婚仪式、谢媒仪式，同时也邀请我们的主任秘书廖玉佩主任秘书请上台。新人代表请出列。好，等会由下面的那些新人呢，一起同声开口呢，来念诵证书内文。结婚誓词，请开始。今日，我们提充满意义嘅新客家文化夜期内，提大家嘅祝福，驗證下現實。無論係順境，也係逆境，優秀也係窮苦，天空也係不平。將永遠愛護，真相知道天路天長，當歡喜，本愛分享也嘅快樂，當憂傷，本愛分擔也嘅悲傷，聽意義也係是意思，都支持老提上愛中共同成長，眾生對眾生，是可永永遠遠。結婚耶。结婚人罗千怡，结婚人证婚人客家美人是主任艺人杨崇锦，由主任秘书廖玉培代表。证婚人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和副市长史哲代表。111年4月5號，地國同司新客家文化延期，在本日前中場會議中國。这个新年白头偕老，永永爱抚。请副市长主秘留步，我们等等即将进行谢媒仪式。还能呢，我要由上的海联盟引火真张春媒人，请一同来到台上。请新人代表到前台。来，我们副市长是不是往我们舞台中间移动一点点呢？来，副市长，我们往舞台中间移动一点点。好，来邀请新人自赠礼品给证婚人及媒人。众赏鼓励，感谢两位证婚人，可爱点给媒人好，谢谢，请新人复位。